彩虹邨呢間士多屹立半個世紀，見證唔少香港人香港事。1962年嘅颱風溫黛係50後人嘅集體回憶。最難忘咧就係62年溫黛嗰陣時，應該係開咗一年都唔夠。嗰陣時我阿叔喺度，就俾個溫黛嗰啲鐵閘咧吹到歪晒，又有水浸喎，浸到滿間鋪，即係有成2寸都有。嗰次係最狼狽啦。依家街頭小販買少見少，原來1970幾年嗰陣，士多對出有好多街檔，係一段劉生甚至好多香港人都會回味嘅歲月。講起以前嗰啲檔口啦，腸粉啦、燒賣啦，有啲叉燒啊、燒鴨檔都有，賣菜啊、雞蛋仔啊、啫喱啊咁咯。夜晚仲墟冚，又艇仔粥啊，又雲吞麵啊咁咯。呢個村嗰陣時夜晚都好旺。人口老化，後生仔都出外工作，老村被遺忘。直至近年本土意識抬頭，舊式士多再度被提起。嚟拍戲、做功課、搞參觀團嘅人比比皆是。好似採訪當日就撞到幾個做懷舊專題功課嘅學生。咁而家香港好多地方都已經係城市化咗㗎啦，跟住就唯獨是呢度，我就覺得仲有少少間者。我講咗普通話。屋邨可幸能夠避開領展入侵，但設施陳舊不足，卻係不爭嘅事實。劉生一度諗過裝修下梗係好啦。我都曾經諗過裝修，但係呢啲人話你裝修都冇用啦，買嚟買去都係啲街坊嘅，又冇生客嘅呢度。你整得靚靚都係咪咁多人買嘢嘅，無謂嘥一筆啦。佢聽講佢又話政府又話呢個村落實咗重建啦，但係日期就未定。對於重建，劉生就咁睇。我都做咗成20幾年啦，變咗係乜嘢都睇化晒啦，正所謂係嘛？個心平好平靜嘅家下，啲無憂無慮。因為我啲仔女都個個大晒，自己有自己嘅職業啦，自己有自己嘅居所地方啦，所以我都冇乜憂慮。淨係同我太太兩個揾到2餐咧，咁我都好滿足噶啦。即係正所謂重建啦、結束啦，咁退休噶啦，正式退休啊，真係。